这个高雄的拜一罗江夜市，伫个当地是真出名，好食、好食佮好买。但是遮尔多年来，拢是霸占着大陆违规来摆打。高雄市政府介入，设下着落日条款，后个月11号进前，这大头爱全部来撤离。也就是讲，这个代表高雄人满满回忆的罗江夜市，都要行入历史了。 头家娘真无用，这挂包内面有包这卤甲香香的空肉，也佫有咸菜、甲土豆腐，真侪人拢来排队。要这道麻辣炒豆腐，互人看了流嘴软。高雄拜限定的罗江夜市，来说当讲拢是在地居民闹得滚滚，不过即马传出要结束营业啊。 网络上流传这张图片，高雄市摊贩临时管理自治条例落日条款，10月11到期，这是代表夜市无度搁再摆打。 这个老夜市嘛，然后大家的回忆啊，很 shock。摊贩就摆伫道路两边边，罗江夜市超过30档历史，但是这个摊贩其实拢是违规摆打，长期霸占道路。无落生存啊，系啊，希望会当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啊。政府对阮的疏放的，他也要甲咱赶，这就无意思。到今年的11月11就是一个落日期间后申请人法的一个期限。那我们希望包含所有的摊机厂哈，能够在这个期限内赶快跟我们来申请它的一些登记和相关的合法化。 高雄市摊贩临时集中场管理自治条例落日条款的保护线就特别到期，摊贩真无奈，生活受到影响。不过只会当照规定，另外找生路。